来，乡亲啊，继续进段消息来看，准总统赖清德早起是正式来宣布伊的新内阁，行政院长是杜英泰，行政院副院长是陈丽君，行政院秘书长是景明欣。杜英泰讲，新内阁将以行动创新为目标。 我哋讲，新政府伫要上任，会知准总统赖清德的首任内阁阁员正义3场名单出来。左荣泰先生已经接受我的邀请，担任新政府的行政院院长。中大小改先任阁规由前民进党主席杜英泰接任。赖总统当选人是在3月底、4月初的时候才正式的征选。徛伫咧大仙洞的境界，看更较远，上台先感谢蔡政府。感谢蔡英文总统、陈建仁院长率领的团队，打下了深厚的基础。捌伫咧2024岁大选担任大清朝竞选总督导，副座有功。那呢，为1989年开始选议员、立委，2007年飞过到2018年担任行政院秘书长，2019年出任民进党主席，中央电访的经验拢真丰富。 他长于沟通，善于协调。经一个上高沟通的阁规、副阁规和秘书长遴选，嘛由准院长公开。透过他们的长才，带领行动创新 AI 内阁这个团队。会长由前文化部长陈丽君出任，竞选期间担任大办国政调集前，行政院秘书长是由有财经背景的国发会主委金明欣担任，诉求台湾经济有国际小天，打造 AI 的创新政府。 其实我是在年假本来要带着孩子出游的时候，接到未来左院长的电话哈，然后他非常诚恳热情的邀请我加入。我想大家都知道，我们未来的院长他是这个秘书长达人，大大小小的秘书长都当过，所以以后我可以在他身上学习到非常多，怎么样做好这个秘书长的角色。就算时间真赶迫，不过对因台大兴新内阁伫要就任会，政府卖交接好势，其他内阁成员还搁伫咧征询，会赶紧向社会大众通知。 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